因为疫情关系，卫福部放令视讯含电话门诊的限制，即阵疫情有较稳定视讯门诊的时间就到9月底先来暂停。不过，卫生认为讲这项服务对行动无方便的来讲是正好的政策。就目前的经验，会当互未来规划有搁较侪实际案例，挺好参考。手机试开，电话卡通就开始门诊。疫情期间开放视讯门诊，降低患病风险。其实毋那是防疫，对日本在住偏远地区，也是独居、行动不便，也阁有出外人来讲，视讯门诊是真利便的政策。固定一段时间，就是爱回诊去摕药啊，用视讯的是比较方便的啦。对患者来讲是足安全的，是足好的啦吼。可能例如说他去远的地方旅行，有时候他忽然需要一些医疗服务的话，有时候他当地他没有办法马上找到，但是假如他有一个信任的医生，他可以马上咨询看诊是好的。台大病院伫2009年就成立晚距离照护中心，申请通讯诊疗，但是医师并袂使开药啊，属于卫教咨询、健康照护。医师陈英宪认为，这边因为疫情开放通讯诊疗是一摆真好的经验。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疫情的状况，那许多医院，包括台大医院跟其他的医疗院所呢，对于这个通讯诊查的整个过程有了初步的经验。这个对于未来整个规定上的松绑，其实都是有帮助的。陈英宪嘛讲到，为着避免医疗纠纷，法规参配套措施嘛爱准备齐全。卫福部表示，目前一般民众的视讯门诊开放到9月底，未来相关的政策也搁咧规划讨论。记者杨淑静、张水、谢桂林采访报道。